台湾为11月以来，用要逐工拢确诊的病例，国内的防疫未当来放松。秋冬防疫专案今仔日正式来就路，打来到病院、到超商、到菜市啊等等8大场所，拢爱挂喙罨才会当入去。乡亲啊，打来挂喙罨一个简单的原则，就是室内的空间一定爱挂，若室外场所尽量挂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哦。 到徛去附近的便利商店，想要买物件，有人袂记挂喙罨，有人赶紧摕起来挂，真正若找无喙罨的人，就袂使入去啊。那其实我们在店员如果说看到如果没有佩戴口罩的民众的时候，也会给予他们温馨的、柔性的劝导。12月1号，随着秋冬防疫专案的上路其实不只是便利商店，你现在连进入到菜市场都必须要戴上口罩。因为全民防疫这个是必须的，不然到时候疫情扩散的话会相当严重。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怕人家才会戴啊。 12月7日，也就是今日开始，除了入境民众准备好3天的阴性检验报告，卖加强医疗院所感染管制，要包括大众运输系统、生活消费场所等等有8种场所拢在挂喙罨，若口腔唔听，上重会使罚15000块。大部分的民众就是讲，防疫到即马已经惯习挂喙罨啊，就讲因为天气愈来愈凉冷。 国际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台湾想要过成功的防疫，需要大家做伙打拼。